首先第一個建議就係佢想打得好籃球，你首先要盡辦法早瞓。即係翻唔翻工嘅人都會遇到問題，就係唔肯瞓覺，唔肯早瞓覺。即係我自己都會唔想早瞓，但係當你想做好一啲嘢嘅時候，你就係要捨棄啊嘛，捨棄夜晚撳電話嘅時間。即係當我想撳嘅時候我就唔撳，當我察覺到自己開始撳我就唔撳，就擺低電話，就同自己講早瞓，早瞓有回報。你好多時夜瞓咗係啲人慣咗唔夠瞓，係唔覺自己唔夠瞓，你慣咗係嗰個狀態，你都唔記得咗自己以前曾經有幾咁精神，幾咁活力充沛嗰個狀態。你早咗半個鐘就係半個鐘啦，你早半個鐘瞓可能係早唔止半個鐘起身嘅，因為你瞓嘅質素好咗。就算我當你個時間係一樣，瞓嘅時間一樣，但係你個人都係高質咗，你嘅思考以至你嘅體力，以至你個頭先講嘅集中力、吸收力，全部都高咗，咁你咪會打得好咗。尤其是轉季呢啲，其實你個人已經本身想病，可能你唔覺嘅。你有好時病係你遲咗瞓，第二日你先至知瀨嘢。原來我 keep 住係有早瞓，第二日我都瞓多咗嘅，就係因為你個身體需要瞓多啲，咁避免咗你個病發咯。咁你咪多一日咯，多瞓兩日，多瞓三日。你一病嘅話咧就冇咗個一日兩日三日。如果一日兩日三日唔係令到你冇進步，係令到你退步添。所以計條數係唔止嗰幾日，有啲嘢又要 reset 過，咁影響你進度。你想做得高質啲嘢，全部都係積翻嚟。例如早瞓嘅人每一日都儲落嚟，儲落嚟就長遠有一個效果，明顯嘅效果。